宜兰有一个29岁女生李怡婷，4个月大的时阵，两蕊目睭就看无咯，敢若剩感光的视力。伊读高中1年的时阵，开始来学创珠啊。经过10年，总算来出师，意味希望更较侪人会当看到伊的作品。这种是用一粒珠仔来藏起来，非常古早的物件。这是这位目睭看无视障者的作品。伊是李怡婷，对4个月大的时阵被诊断出视障，双眼只剩感光视力，加上肌肉萎缩，无适合做猎人的工作。对高中1年开始学藏珠仔，这是伊日后谋生的工具，经过10档的苦练，总算有成就。应该是说我对手工艺有兴趣。伊讲这是伊的兴趣，每一粒珠仔详细直径3毫米。这目睭看话的人要藏空拢真正难，不过伊会当透过无停的练习，即嘛每分钟会当藏30粒圆珠仔，藏线编织的手法嘛拢真熟练。不过上困难的就是色水的选择。颜色上的话也是要请人家帮忙看。这创作过程真是无简单，往往制作一个作品必须要用1天的时间。不过伊也是真有信心，嘛有耐心。虽然爸爸伫18岁过身，妈妈的视力嘛是退化，需要靠伊照顾，但是犹原非常乐观。即卖伊会到市集摆摊，希望更较侪人会当看到伊的作品，互伊一寡鼓励。